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撒母耳記上第3章第1節至21節，主題係撒母耳成為先知。作者喺撒母耳記上第3章記載，撒母耳仲細個嗰陣，上主嘅話語好少，異象都唔常有。當時以利年紀老邁，眼都花晒，撒母耳躺臥瞓喺聖所入面。上主喺晚上呼喚撒母耳，但佢3次都以為係祭司以利叫佢，就即刻跑去回應。後來以利明白係上主喺度呼喚，就教撒母耳點樣回應。之後上主再次呼喚撒母耳，撒母耳就回應，請講，僕人喺度聽。上主隨後向撒母耳預告，上主將會審判以利一家，因為以利2個仔作惡，而以利冇制止佢哋。到第2日天光嘅時候，撒母耳都唔敢同以利講有關異象嘅內容。後來以利追問，撒母耳就照實講晒出嚟。上主與佢同在，立咗撒母耳做先知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撒母耳記上第3章記載，當上主呼召撒母耳嘅時候，撒母耳願意回應話，請講，僕人願意聆聽。如果上主今日都向你發出同樣嘅呼召，咁你又會唔會甘心順服，作出回應呢？